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，几来种状况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，几来种状况。譬如讲隔壁迄个个啊，输甲甲人笑啊，人拢毋知走去倒啊，讲来真正可惜啊，30通花啊，有某有囝。若讲着106，迄是正够有影。会读册肯拍拼，年收破百要啥啦？选捌着跋筊，唉，无彩啦。搁来看楼顶这位恶善，为囡仔操分规世人，即马因为钱无法度联络，规工洗念，怀疑家己无好，家庭甲期待无相像。较早是安怎，即马煞安怎应该爱认真专家照顾爸母某囝，啊毋过无人听伊讲，因为意见讲拢讲即种。囡仔有囡仔的梦甲理想，伊只好家己对家己讲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，几来种状况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，几来种状况。对面的水姑娘啊，皮肤是白泡泡又咪咪，若讲偌济人咧追求，毋是几个，是规天 Instagram 拍开讯息回拢回袂了。但要安怎照顾好家己，一直学袂晓。大学毕业交男朋友，逐项礼物拢大牌子，为着幸福来规划婚礼办甲朋友拢牺牲，要想到28就离婚。伊讲因人变了真多。伊的隔壁即马大囡仔叫阿明鼓水，找只猪甲伊看册，拍篮球大汉想要卖咖啡，贴板伊上好的同学厝内就是开咖啡，听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因爸拢会来帮伊处理。阿明甲我讲伊若有老爸，无人敢搁欺负伊，我讲无要紧，谁搁白目，阿叔一定予伊再死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，几来种状况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，几来种状况。